中央广播电台的网站予海客侵入换作是5星期，后来调查呢，所发现讲真内底有2个员工涉案。文化部长李婉是表示讲，应该要以更较悬的道德标准来看待公共媒体。我想这一切都在检调单位正在进行中。我所了解的可能跟大家都一样，但是作为一个公共媒体啊，包括央广或者是中央社或者公共电视，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从业人员应该用更高的道德标准来看，而且我也呼吁大家对于公共媒体多一些关心跟多一些资源。好在北检有查出央广内底呢，姓吴甲姓郭的员工，也佮有业者是拢有涉案。因为这当中2个人是裁定交保，所以北检佮提起控告。另外有媒体是报道讲，这涉案的员工哪像就是予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甲吸收去，偷摕网络的机密资料。李婉表示讲，有偌济证据，就讲偌济话。也若黄国昌是否认这款的讲法，伊嘛讲，若准检方有掌握到情报，安尼大家就来讲。